keringetnya milih-milih.轉眼間，我哋消防處社區應急事奉名譽會長會南區中學挑戰杯已經正式開始啦。咁我哋呢一場比賽係非常之特別嘅，因為我哋所有嘅參賽隊伍都係我哋一班嘅好有熱誠嘅中學生嘅年青人啊。咁首先讓我哋認識下佢哋先啦。善道1係我哋嘅明愛莊月明中學，善道2係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善道3係聖伯多祿中學，以及善道4香港航海學校。冇錯，我哋接下落嚟嘅呢場賽事，所有嘅參賽者都係非常年輕，我哋嘅中學生。咁兩個啲觀眾亦都可以俾再熱烈啲嘅掌聲鼓勵我哋呢一班嘅年輕人。咁見到而家2號同埋4號善道嘅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及香港航海學校嘅學有稍微嘅領先，但係我哋後嘅1號及3號善道亦都係緊隨其後。咁兩邊嘅觀眾亦都可以再一次俾熱烈嘅掌聲我哋呢一班年輕嘅中學生，繼續鼓勵佢哋向我哋嘅終點進發。冇
路咧入邊都係有坐緊20幾位嘅學生，暫時領先嘅係我哋4號。